主后2022年9月初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要安怎过日子？圣经雅各书第5章1节到第6节。恁遮个好野人，注意听，着为着得要受的灾难哀伤啼哭。恁的财富已经败坏。恁的衣服已经互咒虫咬破去，恁的金银生鲜，这个鲜会诚侪控告恁的证据，阁会亲像火烧灭恁的身躯。恁为着将末的日子积聚钱财，伫恁的田园为恁做工，甲恁收割的人，恁无工钱互因。着听因叫苦的声，遐个收割的工人呼叫的声，主万军的统帅已经有听到。恁伫地上享受车花宴乐，恁家己食甲肥足足，在等互人抬的日。恁甲无辜人定罪，甲伊杀害，伊嘛无甲恁抵抗，嘛通有做，上帝减袂甲恁阻挡。着安怎过日子？伫人生中，等待你的是甚物款的日子？拄当出社会时，真侪人会闲来工作，闲来学习。迄当时，我也捌利用工作的空隙，去一间安养中心观摩学习。伫遐主要就是陪伴高龄的长辈。有一位89岁的长辈，身躯还算做康健，只是脚退化，致使行动变慢。伊做人亲和，每遍总是用着带的手摕水果互我。长辈讲话乡音落重，虽然我听无啥有伊咧讲啥，毋过伊的亲切到呾还互我印象深刻。长辈厝里的人因为工作无闲，甲伊送去安养中心受照顾。逐摆若到周末，因就拢会来陪伴请安问好。长辈互亲情包围的时，我也有一段空闲的时间，伫安养中心安排下面，到无共的住房熟悉无共状况的长辈。有一位看起来也是中年的查甫人，大约50岁左右，半身不遂，倒伫病床，不过意识清醒，讲话还算清楚。若甲伊问好，伊就会接地目屎腻腻高，一直吼，会持续有一困。对话的时，伊演啊哭演啊讲，我真后悔，哪会遐尼拼命咧工作。当时我甲身边的人拢真讶异，认真工作敢毋好？伊讲年轻的时离婚，带着囡仔拍拼工作，心内想讲通加趁寡钱，未来才袂无够通用。破病了后，伊一个无钱，囡仔无要来看伊，亲友也无要来相找。上互人刺心的是，当伊上有钱的时，煞常常中风。准做有钱也医袂好，倒伫病床，家己埋怨，可怜家己，感觉家己是过着等死的日子。这场对话无后续，却是诚真实的人生写照。这位兄弟的艰苦，毋仅是伫伊发现家己的软弱甲有限，也在伫中风以后，才发觉奥利挽回是时光、含甲
家人中间的关系。互人感叹的是，当年趁钱是伊的信仰，掠做钱财是伊会通解决人生逐种困难的万灵丹。总是失去健康甲无才调，搁趁钱的伊，胆却倒伫病床，后悔莫及。咱来承认，组成人生的要素，钱只是一小部分。顶面所讲的即种的人生实况，并毋是这位兄弟的专利，因为你我无一定拢对钱财有抵抗力。雅各书第5章警告，有钱人着为着迄即种临到的灾难贴靠，因为因简单会晓奢侈享乐，就若亲像是要奉台的肥羊。作者安尼讲，是爱人小心，避免贪婪的负面影响，因为私欲就亲像火星会当燎原。若是人煞定定毋知影即个道理，民间流行的养套杀手段，拢是对人内心欲望开始。咱若是要对抗内心的私欲，找到平衡的生活，实在需要定期倒来到造物主的原厂进行保养整修。感谢上帝，毋但创造咱，上帝也透过伊的话语教示咱，着怎样过日子。默想，今仔日我要活出甚物款有价值的人生？今仔日我要活出甚物款有价值的人生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启示我，互我学会晓算数家己的日子，通互我得到智慧，活出你的心意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